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Gary 啊，今日嚟個中階少少嘅，好冇？咁啊，因為時間有限，窿我打咗噶啦，你睇唔到我打窿嘅英姿嘅，OK？講下笑啊！今日主要想同大家就跳一跳級，講解下拉爆呢樣嘢啦。咁啊，同大家望下，咁咩情況之下我哋會用到拉爆咧？咁譬如今日，你見我呢個我特登留翻喺度嘅，我未裝嘅，OK？呢個環咧就好重嘅吊環嚟嘅，打上天花 ，OK？ 咁就吊住，譬如呢度我會裝兩個啦，咁啊可能喺度當千秋啦。呢度已經有個裝咗噶啦，其實主要係俾我太太玩瑜伽玩成嘅 ，OK？ 咁就頭先講咗啦，咩情況拉爆咧？第一，承重要勁嘅，譬如幾廿 kg、100 kg、200 kg， 咁呢個就可以800 kg 到啦，800至1000 kg 到啦 ，OK？ 咁啊或者一啲天花嘅風扇燈啦 ，OK， 咁嗰啲就會震動嘅，係啦。當你會去到啲震動啊，承重要好勁啊，咁呢啲就總之啲寵物啦，就一定要用拉爆。咁拉爆有個前提嘅，拉爆個 fan 咧就叫石屎牆 ，OK？ 點解話佢 fan 咧？因為石屎牆因為係最硬嘅 ，OK？ 即係對比嗰啲咩沙磚啊、紅磚啊或者空心磚啊係最硬嘅。咁拉爆用喺紅磚度都 OK 嘅，但係只限於紅磚咯。我自己個人認為啊，呢啲輕質磚我唔認，即係我唔 prefer 嘅。OK， 嗰啲用拉爆冇意義，空心磚更加唔使諗嘅。OK， 用喺石屎度用拉爆，佢係基本上係最好咁滯㗎啦。OK， 咁仲有其他啲再好啲，我唔特別講啦。OK， 咁今日講下拉爆嘅類型啦。咁大家常見係呢啲款啦。OK。呢隻鍍鋅嘅，呢隻不鏽鋼，咁基本上我自己用晒不鏽鋼㗎啦，因為不鏽鋼係叫做襟用啲啦，承重勁啲啦，拉力勁啲啦。佢唯一嘅缺點就係叫做貴啦 ，OK， 貴過呢啲鍍鋅嘅 ，OK。但問題咁我自己用或者幫客用，我都係用啲好嘢為主嘅。咁啊，你望下呢啲我哋普通即係常見嘅，咁譬如示範下啦。咁呢個拉爆打落去之後咧，譬如呢嚿嘢就坐落嚟之後咧，咁就再扭實佢 ，OK， 咁就扭實佢，咁有咩唔好處咧？點解今日唔用呢隻咧？俾大家睇下先，sorry 啊。咁啊扭一扭啦，一路扭到佢掙啦 ，OK， 咁我就唔特別試啦。咁你咁樣裝完之後，咁突出嚟咁多，咁唔靚仔啊 ，OK？ 咁咧，我今日就用呢個六角嘅。OK， 六角嘅，咁咪靚仔咯。OK， 加埋粒戒指。OK， 或者用十指得嘅，就係記住加戒指咯。如果唔係，譬如你呢度啱啱好，唔係咁好嘛，加粒戒指。咁呢個再平啲，再靚仔啲添，係咪？只不過你咁樣有機會卡唔實或者彎啊成啊。咁我就揀咗六角呢隻打落嚟，係突少少，但唔多角嘅。OK， 比起頭先嗰隻好啲嘅。OK， 咁拉爆個原理係乜嘢咧？點解同石屎牆係 fan 咧？OK， 咁我示範一次俾大家睇下先。咁譬如呢個打咗落牆啦，我當佢打咗落牆先啦。OK， 咁拉爆你一定要跟翻佢嗰個 size 啦。譬如呢隻拉爆係 M8 嘅拉爆，M8 嘅拉爆，大家睇下點解係 9.8mm 嘅？咩原理啊？M8 係講緊佢入面嗰支絲桿啊。OK， 咁就佢成支嘢就 9.8mm， 咁即係你打嘅窿咧，要10mm， 咦？咁你會話喂 9.8mm 打個窿，即係支嘢粗9.8，你打個窿呢個10mm， 咁會唔會有問題？咁咪跌落嚟咯。OK， 咁所以就話我解釋翻拉爆嘅原理啦。OK， 咁你打咗入去之後咧，就轉咯喎，譬如入咗牆路轉咯喎。OK， 轉，佢一路收喎，一路收。嗱，譬如當收緊咗啦。OK， 收緊咗之後，你望下啦。佢可以掙到咧12mm 嘅 ，OK， 你個窿係呢個10mm， 但係佢可以掙到12mm 嘅。咁當然啦，佢未必會掙到12嘅，因為你好硬噶嘛個石屎牆。咁佢總之去到最盡啦，可能而家你個窿10mm會掙到10.5或者11，或者可能我就當可以掙到12啊。但係個意思係話佢掙到佢好逼到佢好緊。咁你點樣向下扯咧？譬如咁樣，你下面個窿係10啦。咁咧，你上面12，你諗下一個窿係10嘅時候，你上面掙到12，咁你咪點扯都扯唔到落嚟咯。係啦，呢個就係佢原理嚟嘅。所以點解話
拉爆要用喺啲實心嘅牆同埋硬嘅牆，特別係石屎牆咧最好咧。所以我之前有講過就話，喂，你用喺呢個輕質砂磚啊嗰啲，其實唔係咁好嘅，或者空心磚更加唔使諗啦。空心磚連轉嗰下都轉唔到嘅，佢因為佢卡實再轉啊嘛。我就當你揾支短啲嘅啦，俾佢轉到啦，可以賺到咁樣啦。但冇意思嘅，因為嗰隻空心磚佢唔夠硬啊。OK， 隨時咧，譬如扯下拉下咧，就會成個甩咗出嚟啦。OK。佢夠勁啊，佢冇問題啊，但係問題個幅牆有問題啊嘛，所以就唔適合用嘅。OK， 但係石屎牆咧，絕對係有需要用拉爆。總之你會用到啲震動嘅嘢啊、重嘅嘢，一定係用拉爆噶啦。OK， 咁大家明解個原理嘅時候咧，就大家要知道，打呢啲叫石屎牆啦，石屎牆咧就一定係用油壓鑽嘅，用啲衝擊電鑽。講真嘅，我1分鐘打完，你要1個鐘都打唔到嘅。因為係唔夠力嘅 ，OK。就算我石屎牆打咧，即係用油壓鑽打咧，都要少少時間先慢慢對先對到入去嘅。你更何況用啲衝擊電鑽 ，OK。油壓鑽當初係叫電鑽或者衝擊電鑽演化而嚟變咗油壓，而佢有咗油壓呢樣嘢 ，OK。一路砰咁打入去 ，OK。所以幫你慳咗力嘅。OK， 咁所以一定要用啱嘅工具啦。OK， 同埋要用啱嘅鑽嘴啦。OK， 譬如我頭先講啦，你開個 M10嘅窿，咁你咪用翻支 M10咯。OK， 譬如開個 M12嘅，咪而家呢支 M12。今日用緊呢隻就係係啦。今日用呢隻就 M10嘅拉爆，咁就開 M12嘅窿。OK， 咁鑽嘴啦，油壓鑽啦，咁同埋因為始終天花咧。你做嘅時候咧就唔好用呢啲凳啦，只不過我貪方便，我做開呢個唔係一個好嘅示範嚟嘅。OK， 所以你千祈唔好用呢凳，好容易成個人跌落嚟噶。同埋譬如你轉呢啲有塵噶嘛，咁如果屋企真係譬如頭先我咁冇辦法嘅，咁咪解開佢，咁轉個窿咁啊套上去咯，或者你可以淘寶買定一啲幾蚊雞2-3蚊叫集塵嘅，佢都係咁樣嘅，有個彈簧咁有個窿轉可以轉上去。OK， 咁我轉晒窿㗎啦，我唔示範啦。咁或者係有啲我另外嗰部有自動集塵嘅，呢個牌子係第一個國產牌子有出自動集塵嘅，咁啊方便啲啊，對咗位直接懟落去，佢一路自動集塵。但係當然都會有少少塵嘅。OK， 咁譬如用呢啲六角拉爆啦，咁你上嘅時候咧就揾翻啱嘅套筒啦，咁就我簡單示範上俾你睇。OK， 咁我另外再講講，譬如呢啲咧，你要上嘅時候扭嘅時候咧，當然啦，你用士巴拿嗰樣嘢扭都可以，但我慣咗，譬如有啲電動工具就用電動嘅，咁就會買啲咧個管身長啲嘅，咁你套落去咧，咁扭嘅時候咧就唔會影響到佢啦。哦，有冇動？稍微譬如我稍微試下，譬如套落去扭，譬如呢啲我哋打即係做天花有絲桿，想將呢個扭上去嘅時候咧，咁呢夠長嘅時候咪可以直接咁扭咯。OK。所以跟翻唔同嘅工具啦，咁呢隻六角就唔需要啦，因為佢唔會突出嚟噶嘛，你就齋咁扭就已經 OK 噶啦，佢係收入面啫。OK， 咁呢嘢啱啦，咁就套翻落嚟啦。我哋咁攞翻呢隻，唉，陣間唔知拍唔拍到，但係唔緊要，最緊要講翻啲原理俾大家知啫。OK， 懟入去之後就可以開始對翻啲窿位啊，啲窿位要準啊，因為佢呢度冇乜話，你稍微歪少少都難搞嘅。上到粒啊 ，OK。因為做呢啲要好小心㗎，如果唔係咧，你諗下啦。跌落嚟咁重嘅嘢，人都死啦。更何況如果呢個人吊住喺度，咁又一嘢跌落嚟，其實雙重危險。所以呢啲點解要提前同你講定先，就咁解啦。你見我都爭呢啲一啲，唉，有啲位爭少少，就攞把錘仔揼落去啦。
係啦，咁就已經夠實㗎啦。OK，仲有呢兩粒唔上住。咁譬如咁樣就吊喺度啦。咁我太太喺度玩瑜伽、玩千秋都可以掛嘅。靚就唔靚㗎啦，因為始終有兩嚿嘢喺度。譬如呢度又有一嚿喎，佢要裝好多嚿。但只要佢住冇所謂啦。咁最緊要係佢中意啊，啱佢用。同埋你呢啲咁嘅天花位好少會惡到咁高去睇佢嘅又總之我負責我接 order 做嘢嘅啫。咁譬如如果大家做嘅時候咧，會有遇到啲問題嘅。譬如你打落去有鋼筋位，一定有嘅。你成個天花，總之所有嘅石屎都有機會打鋼筋嘅。咁打鋼筋要點做啊？你打鋼筋通常咧，鋼筋喺某啲位啦，譬如可能喺4 cm、3 cm 有啲5 cm 啦，要睇翻嗰條鋼筋點行幾入啦。咁打到鋼筋位最好嘅做法就係移位轉位啦。係啊，譬如你頭先而家想啦，譬如而家呢個做完打完3個窿啦，第4個窿點知咁啱打到鋼筋？咁其實鋼筋行咧，咁大家有時都捉到嘅。如果你打第一個窿嘅時候打到鋼筋咧，佢一係咁樣行，一係咁樣行 ，OK， 一係直一橫嘅啫。咁就盡量去避佢啦。咁當然啦，你打到第3個窿、第4個窿先發覺，先咁啱。譬如我打呢兩個窿都冇問題喎。譬如第3個窿打呢度，第4個窿打呢度，呢兩個窿都冇問題。但係如果打呢個有問題嘅話，咁呢個咧通常咧都係有問題，一條鋼筋打直行嘅。OK， 你咁樣打呢度冇問題，打呢個問題，咁啊冇辦法㗎啦，有移位。移位咧，你唔好移側邊喎。你移側邊一打落去咧，呢度咧，因為你呢度已經有個窿啊嘛，咁呢度一掙落去咧，就呢度逼爆咗隔離，咁就會變咗係叫做變咗廢咗㗎啦。OK， 咁所以就移遠啲。OK， 如果唔係你就危險嘅。同埋睇下你打嘅鋼筋幾深啦。譬如而家我已經有兩支上得好緊啦，有兩粒拉爆啦。因為正常一粒拉爆，譬如我哋有陣時做咧，有啲指導明要 QT 嘅。咁譬如一粒拉爆，佢可以承受可能200-300磅嘅。OK， 睇翻你幾粗啦。譬如你頭先嗰個咁粗，可能300-400磅至500磅都可以做到嘅。OK， 一粒鋼筋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已經有兩粒咁穩陣嘅情況之下咧，如果你用一粒比較短少少嘅解決轉位呢個問題，都可以嘅。OK。冇咁好，但係都叫做尚算可以啊！但係都係個最好嘅做法咧，就移位啦，都冇辦法。你咁啱打到鋼筋 ，OK？ 咁你話移完位又有個鋼筋咁點算啊？咁只能講唔好彩啦，係啊！咁啊諗方法再慢慢解決啦。總會有打到鋼筋嘅，但係譬如好似頭先呢個咁樣，我呢個一下鋼筋都冇打到啊，但係呢兩隻都打到鋼筋嘅，咁我會再做修改嘅啦。OK， 咁因為呢個比較中級少少嘅嚇，我冇特別去拍我轉窿嗰下，同埋我點樣做修改嗰下。因為如果你哋冇乜經驗，如果真係咁樣修改咧，因為要好多嘢要計，要憑經驗啊。譬如我頭先都講啦，3粒，如果3粒螺絲得一粒係短少少有冇問題，或者短一半有冇問題？係啊，咁因為呢個有個風險承擔喺度嘅。只不過我今日同大家講翻就話，你有機會打鋼筋，最好嘅做法就移位。如果真係冇辦法，一定要喺個原位啦，咁就用其他方法啦。OK， 譬如話真係用呢個，仲有頭先仲有隻咩包啊？呢隻有啲嘅叫撞爆或者平爆啦，即係打落去之後咧 ，OK， 打落去就掙佢嘅。譬如如果你咁個深度，譬如好簡單，原本你要打咁深，即係轉咁深嘅，但係咁啱我都話你轉到咁深，呢度就鋼筋啦。咁同呢個一樣喎，咁呢個打落去。再用一個叫做即係一樣 size 嘅扭翻緊嘅六角又好乜都好啦，就扭翻緊。咁其實都可以嘅，OK 都可以嘅，但係要用翻叫做粗啲咧，譬如呢隻咁樣咯。OK， 呢隻譬如用翻佢 M10就用翻 M10咯。OK， 咁呢隻叫做撞爆啦。但係當然啦，承重上嚟講，撞爆對於拉爆個承重係好過撞爆嘅。呢隻咧通常用喺呢個浴室寶，我哋裝浴室寶咧 ，OK。咪打咯，因為佢唔使打咁深啊嘛，打短啲，跟住之後咧，揾支針撞落去，咁呢度又係掙大嘅，跟住再攞啲絲桿就吊住個浴室寶。浴室寶其實好輕嘅啫，你仲可能用3支桿或者4支桿咁樣去固定佢就 OK 嘅啦，係啦。只不過呢個都去到後話啦 ，OK， 因為其實裝修上或者安裝即係基本一啲其他嘢上，你總會遇到一啲問題嘅，係啊，呢啲就要憑經驗啊，或者。你自己有可能有啲諗頭啊，但當然啦，所有嘅嘢都一
定以呢個安全為主嘅。譬如頭先我咁樣做，即係你其實唔應該，我自己轉嘅時候點轉咧？冇集塵喎，我自己就一隻手揸住把油壓轉，一隻手揸住個吸塵機，因為我唔想咁多塵啊嘛，咁咪一路轉一路吸咯。但係對大家嚟講係好吃力嘅，因為第一支油壓轉咧都幾 kg 嘅，第二已經要擒上去擒梯啦，第三就已經係要咁樣舉高隻手啦，頂住啦。咁其實當你所有嘢做嘅時候咧，你好容易歪咗啊，搞到個窿變大啊。OK， 唔好一個窿變大咗，就算我都話你打 M10嘅窿，跟住變咗12、13，咁其實你到時你站唔到都係冇意思啊，你都係危險㗎，係啊，同埋你咁樣轉真係好大機會。我哋就算做開做熟都好啦，都會有少少震動嘅。OK， 少少震動，但係問題係我呢個係可接受嘅範圍啊嘛，即係只不過就建議大家唔好咁做啊，同埋你打天花係用嘅時間要耐啲嘅，所以就呢啲就係唔好嘅示範，同大家提一提啦。最好就用有啲自動集塵啦，簡單方便，或者等個淘寶買個套 ，OK 有彈簧嘅集塵嘅，一路轉佢一路跌落嚟咯。OK， 係啦，咁今日就主要係講翻拉爆呢樣嘢啦。咁日後會有好多場合會用到嘅，咁日後再拍再同大家更加詳細睇翻我點樣轉啊，點樣成個過程做啦。好多謝大家。